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5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9。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9。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8。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6。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6。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9。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2號 ，and its draw number is 32。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9號、26號、28號、29號、46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32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